喺我呢一度咧有一粒海綿心，佢咧代表咗我自己。當我開始禱告，我相信上帝咧係聽禱告，佢冇遠離，佢一直喺我身邊。咦，你睇下，喂，多咗一個海綿心喎，佢就好似上帝嘅愛喺度回應緊我，佢喺度聽，佢喺度動工。不過有時候當我祈禱完，事情都冇改變，我想一切回復正常，但係現實提醒我，當答案不夠時，靠自己咧始終係解決唔到嘅。嗱，我將第一部分交俾神，就好似話，呢啲交俾你啦。另一部分咧，我又想自己控制，心喺度諗，呢啲我自己搞掂咪得咯。一邊交俾神，一邊靠自己。結果啊，所有心思都跑到去呢一邊啊，全部都喺我自己嗰邊。但係我要話俾你知，其實靠自己咧，始終係唔能夠解決嘅。神喺度等緊我，唔係要我更努力，而係要我真正嘅交託。喺嗰個時候，我甚至乎會懷疑，如果世界再沒神蹟，我仲能唔能夠繼續相信呢？神冇馬上俾我答案，佢讓我學習等候。原來神蹟唔一定係外面嘅改變，而係當我仍然願意相信啊，佢就會咧喺我心裏邊工作。有時候咧，佢會突然讓我睇到一啲少少嘅提醒，就好似咧，其實我仲有第三個心㗎。呢一個心咧代表咗佢再次出現，讓我知道神蹟仍然喺度，只係我未察覺。當我選擇相信，其實佢早已經喺我生命裏面動工。有時候啊，我以為神唔再愛我，我做錯咗事，覺得自己咧不配。第一粒，我收起咗失望；第二粒，我藏起咗眼淚；第三粒，我連盼望都放走咗。好啦，三粒都放好啦，你覺得而家我呢隻手上面有幾多粒啊？一粒、兩粒、三粒？唔係啊，原來全部都喺我隻手上邊啊！原來就算我將愛收起，神仍然都會用咧不曾配得的愛去到擁抱我。佢嘅恩典唔會因為我嘅軟弱而離開，佢一直都喺度。當我信咗主，生活仍然有痛楚，就好似一根刺留喺我心裏邊。嗱，第一粒，我將佢咧放低快樂；第二粒，仍然咧找着呢個痛楚；第三粒，我唔想再面對呢個失望啊！你覺得我而家咧呢度有幾多粒啊？一粒、兩粒定係三粒呢？唔係啊，其實全部都已經唔喺我手上邊啦。原來神冇拔走嗰一根刺，因為佢要讓我喺軟弱中學會倚靠佢。我以為愛唔見咗，其實佢嘅愛仍然都喺度，只不過呢係短暫嘅收起咗啫。嗱，其實神咧一早已經喺我哋生命當中咧預備咗一件奇妙嘅事情，佢讓我哋咧想重新看見盼望。當我經歷禱告、等待、懷疑同埋痛楚嘅時候，佢就讓我明白呢一切其實就係為咗讓我遇見神。唔係我揾到佢啊，而係佢主動讓我睇到佢。佢將呢一個破碎嘅心重新組合成為呢一個完整嘅心。遇見從不偶然，每一次嘅禱告，每一滴嘅眼淚，每一顆心嘅改變，都係上帝親手安排嘅愛的故事。親愛嘅天父，多謝你喺我哋睇唔到答案嘅時候仍然工作。
喺我哋軟弱嘅時候仍然愛我哋。求你幫助我哋學會相信，學會等候，學會交俾你，因為每一次遇見從不偶然。